因为是一个道理，顶轮的人看做戆，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关灵。因为有记载讲，我要灭无诋毁人的智慧，也要弃晒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伫倒落，平学术伫倒落，即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倒落。上帝兼毋是互世间的智慧变正戆，因为世间既然对伊的智慧无捌上帝，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救遮的信的人。这拢是上帝的智慧，因为犹太人求新业，迄个年人找智慧，若是阮团顶是一个祈祷。对伫犹太人是学解，对伫外邦人是愚戆。若是对伫受调的，无论犹太，迄个年伊都做上帝的关灵，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戆比人较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兄弟啊，试看恁的受调，照肉体的智慧的无偌济，有权利的无偌济，有尊贵的也无偌济。若是上帝经世界戆的来互智慧的人见笑，上帝也经世界的软弱的来互勇壮的见笑，上帝也经世界卑贱的人看毋上别的，以及遐个无的来回报遐个有的，互既然有肉体的，伫上帝的面前无通夸口。请戴美玲牧师讲道，特别是上帝的大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有一个牧师的同学，大概伫会议中看到我，就会甲我讲，我的目标就是阮教会经常会要超过恁上山教会。我大概拢毋知影讲我要安怎回答伊，但是我的内心拢会想，教会的经常会减真正代表啥物？但是即个世界所看重的就是数字。学生考试爱考到上好的一个学校。毕业生找头路爱找有前途的公司，即个前途毋是有前途，是迄个钱的迄个前途。退休爱有先有几啊千万，才会当来准备退休。甚至人的身悬体重嘛有一个上标准的分数。咱习惯用金钱分数来量一个人的价值，但是一个人伊的人格、伊的心理的健康、伊的兴趣、伊的才调到底是啥物？咱袂想讲要去关心。即种看钱、看分数做最悬标准的价值观，互咱失去对工作的价值甲热情。所以我看身躯边真侪社青，定定伫遐哀叹因工作的压力甲对环境的不满，但是佫不得不为着薪水，为着五斗米而折腰。咱真讨厌世界这一切。毋过，当咱踏入来教会，佮也顺续将即套来带入来教会内面。特别对2000年开始，海外灵恩派因会成功神学入来教会，入来咱的台湾，所以开始有真大型的教会出现。即个牧师的讲道，亲像励志的演讲，非常的正能量。聚会时嘛，定定爱大家伫遐宣告讲，咱爱用信心来领受。亲像我捌参加一个教会，一个韩国的教会，韩国上大教会牧师，伊来台湾举行迄个培灵会，伊就是教人讲爱直接甲上帝详细求讨。譬如讲，你想要找一个结婚的对象，上好伊的身悬、伊的体重、伊的学历，这条件拢爱详细放伫你的祈祷的内面。所以，这个教会因强调信徒成功改变的见证，亲像信主了后，我的身体变好啊！信主了后，我的病拢无啊！互听到的人有一种印象，就是信耶稣，我的人生就会哪来哪成功。
可能咱会感觉讲啊，咱的教会毋是安尼一种讲求成功神学的教会，但是成功的神学较无形中嘛伫影响咱。譬如讲，有的教会伫聘请牧师，就是爱找迄种已经将教会带甲非常成功的牧师，然后紧去甲挖过来，也是伫企业服务的中级，会用 KPI 来评估教会发展。其实我家己嘛会哦，虽然我学过淡薄的神学，但是嘛会陷伫迄种成功神学的陷阱。亲像我若看哦，今仔日做礼拜人数哪遐尔啊少，我就会想讲啊，今仔日聚会遐尔啊少人，人数就变做我评估教会经营敢有成功的一个标准。但是上帝福音敢敢若讲求成功？我若信你，你就爱互我哦。若是咱的信仰是一种许愿机的福音，安尼的福音敢有困难？我想是无的，因为安尼的福音无法度解决人生本来就有苦难的问题。伊嘛会对伫失败中间的人非常的无公平。伊好亲像就是暗示。就是你的信心无够硬，你才会拄着这个问题，并且安尼的问题嘛无法度解决圣经中间，互人看做是无成功的这个案例。亲像耶稣，伊互人当作罪犯，最后互钉伫十字架顶。安尼的人伫现代价值观看起来根本甲成功是扯不上边。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好亲像是一个白内障的手术，要将咱互世界价值观所压卡的这个盲雾来除去，互咱会当清楚看见耶稣基督为着咱所定死的迄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伫现代是一个砖塔，所以真侪人会用无共款的方式，滴无共款的材质的十字架伫咱的身躯顶。但是伫2000多年前，这个十字架确实一个死刑的工具。为什么伫2000多年前，一个遐尔见效的一个记号，甲互现代人当作是宝贝，带伫胸坎前咧？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讲出一个关键，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沉沦的人看做戆。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保罗讲，耶稣的十字架会互人产生两种的反应，一种是毋捌耶稣的人，因会看十字架是愚戆的；但是认捌主耶稣救恩的人，较知影上帝恩典透过耶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已经完全实现。十字架的道理，即个道理即个字。甲17节，保罗有讲，耶稣找伊传福音，毋是要行洗礼的传福音，不在伫言语的智慧，行了基督的十字架，归伫空空。伫遮17节的言语的智慧，即个智慧是一个对比，真会晓用对比，真会晓用修辞学即个保罗。伊感觉讲，伊伫遮形容讲，十字架的道理，甲人甲伊过去迄种真智慧的言语比起来，是一种对比。伊遐尔聪明的人，伊嘛无法度用伊的智慧来形容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讲迄是无共款的层次。所以伊讲，伊遐尔有智慧的人，伊也无法度完全来说明十字架的道理。真正是安尼，有时靠咱的理性，靠咱真好的安尼言论，也无法度互心硬的人接受十字架福音。有一摆，我甲一个朋友传福音，伊就一直甲我辩论，因为伊感觉非常的无合理。为什么一个神，伊无用看起来较厉害的方式来拯救人，反倒是用死伫十字架即种方法的？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时代，基督徒在传福音，
拢会拄着人用看笑话的方式来看耶稣的十字架。伫19世纪，有考古学家伫一面墙壁顶悬发现安尼一幅刻的图，因估计迄幅图是公元第2世纪、第3世纪的人所刻的。即幅图的顶面有一个人，伊用伊的手举手伫遐一个十字架顶的人伫遐来敬拜。但是伫十字架顶的人的头是驴仔的头，边仔句希腊文刻讲亚历山摩伫敬拜伊的上帝。即幅图是当时的罗马人伫笑迄当时的基督徒，恁哪会去拜一个已经互钉伫十字架顶的人咧？当时的罗马人是用敬拜驴仔的怪的信仰来踢笑当时的基督徒因所传的福音。保罗伫信耶稣了后，伫伊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伊嘛深深感受到即点。但是保罗接续讲，人搁安怎踢笑嘛无要紧，因为上帝要废无智慧的人的智慧，也要气杀聪明的人的聪明。即句话是伊引用以赛亚书29章第14节的所在。当时亚述的军队要来包围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中间遐有智慧的人，因就主张讲啊，咱应该要去找埃及，联合埃及来对抗亚述。但是以赛亚先知甲因讲，恁想要倚靠人，恁无要倚靠上帝，这是非常的愚妄，恁会互上帝气杀。上帝嘛叫因讲，恁爱有仰望，恁爱听候，因为我要用奇妙的事款待即个百姓。即个事就是奇妙佮奇异，因智慧的人的智慧要消磨，因聪明的人的聪明要看捌。所以保罗引用这段来甲当时的遮的人讲，智慧的言语无法度会当来形容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当咱将旧约甲新约合起来看，就会当知影保罗伊讲的，毋是一个新的理论，因为自古以来，人就真爱自作聪明，但是较无想到讲，咱会骄傲，咱想讲咱家己的聪明，会将家己带往迄个真毁灭的惨境。这也是上帝为什么要用十字架这个方法来显明伊救恩的原因，就是上帝要废无，要废掉人的自我聪明，要废掉人的体系，提醒咱将咱的眼光来对准伊，毋是一直想要靠家己的聪明才调来救家己。所以兄弟姊妹，你带的这个十字架，毋是一个砖塔那尔，伊亲像是一支刀，要将这个世界切一刀，分做两边，问你要徛伫倒一边？是骄傲踢笑看袂起十字架这边，也是愿意领受看伊做宝贝的迄边？所以带十字架，毋是用来驱邪，嘛毋是用来保庇的，伊是伫提醒咱，当咱来到上帝面前，就亲像什么拢毋知的细汉囡仔，咱不断谦卑学习、吸收，并且安尼学习无终点、无结束。当咱决定要跟对耶稣的迄时就开始，毋是我洗礼煞就结束。安尼爱到第时咧，就是到咱结束伫地面的日子，结束到当咱去见主耶稣的迄个时刻为止。然后保罗就人所看重的智慧，搁进一步来分析。伊反问遮人讲：智慧的人伫倒落？经学书伫倒落？即个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倒落？上帝敢毋是互世间的智慧变诚戆？保罗指出这三种人：智慧的人、经学书、好辩论的人。这个人伫人的眼光看起来是非常有智慧，但是保罗讲，因的智慧伫上帝面前徛在袂牢，因为因的智慧有一天嘛会消失。毋过，伫遮请咱注意的是，保
保罗毋是反对人追求世间的智慧，因为伊家己嘛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当时罗马希腊文化的世界，特别伫哥林多即种真发达的城市，世界拢有迄种自认我真聪明，会当解决人生问题迄种特殊。保罗讲，遮个人因的学问无对上帝来的启示，因嘛毋捌是一个救恩的道理。所以虽然遮物件听起来真好听，较无法度将人带到上帝面前。这嘛，互我联想，这几年以来非常伫台湾非常时行的心灵成长课程。我相信咱四周围的朋友一定有人嘛去参加安尼的课程。为什么遐尔时行？因为即个时代的人有真深的焦虑，所以望透过这个课程来找到人生的答案，甲自我。这个课程会用真长的时间，用真密集的活动来互人陷入去迄个情绪的软弱。所以你会一直哭，因为伊叫你讲，你要挖出你过去的伤害。所以你若挖出来，你会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甲你讲，你的人生会遐尔无顺利，是因为你无够正面，你无觉醒，你无相信家己，甚至因嘛会暗示讲，只有遮才会当拯救你。所以，遐会参加心灵成长课程的人，可能初阶课程上完，伊阁爱你报名进阶班，一届拢是几啊万、几啊万安尼在赢。但是咱爱思考的是，这个课程的问题不在伫因敢有路用，这个课程的问题在伫讲因敢会当救。所以咱对咱遮社会现象会当看出，这个时代咱并无较进步呢。咱甲保罗迄当时的时代的人共款，咱拢想要用世间的智慧来塑造家己。互家己较坚强，来抵挡咱的困境。但是这方法，敢有法度会当解决咱人生的大问题呢？会当啦！你若永远秘伫家己的厝的内面，你无要甲别人计较，安尼就有可能。但是人最后拢爱踏入社会，咱拢爱甲人有接触，到时阵这物件。这心灵成长课程，敢会当提供你帮助呢？毋过，安尼现象嘛在提醒咱的教会，咱基督徒，这嘛是咱会当积极传福音的时代。伊教会提供的，毋是一套的技巧，毋是一套的学问，是陪伴人徛伫十字架底，咱做伙伫遐祈祷，做伙伫遐听候。所以这毋是讲咱带人来教会，是因为咱对咱的口才有信心，咱家己会当讲出什么心灵鸡汤的迄种话，是因为咱相信咱的上帝，上帝会当，咱袂当，但是上帝会当。咱嘛相信上帝对伫超找伊的人，一定会有好的意思甲安排。就亲像保罗所讲，因为世间既然对恁的智慧毋捌上帝，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光来救遮个信的人，这拢是上帝智慧。上帝智慧透过十字架这种人看做光的方式来显明，互单纯、互谦卑的人来领受，互人用想袂到的方式来离开罪恶，会当得到新的活命。这种互聪明的人看做愚妄的道理，确是真正会当救人的道理。世间的智慧做袂到的代志，但是福音的气力较做会到。接续落来，保罗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形容人对十字架的反应甲接受的程度，就是伫遮伊讲犹太人甲外邦人对十字架的看法。伊讲，因为犹太人求神者。希利尼人找求智慧，若是阮传顶十字架的基督，对伫犹太人是脱界，对伫外邦人是愚妄。
犹太人的特性就是因爱求神迹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咱敢会记哩？某一群犹太人因来问耶稣讲：“你敢会当讲搁较侪神迹，互阮会当来相信你？”所以犹太人因就是想要看搁较侪神迹。但是耶稣对因来讲：“耶稣，你无对十字架落来呢？你无带领阮来拍败这罗马人。”所以对这犹太人来讲，这个十字架福音毋值得信啊，这无神迹啊。但是对伫另外这希腊文化的人来讲咧，这人讲究理性，因真爱思考。所以一个伫软弱中间、伫失败中间死去的这个耶稣，伫这理性的人的头壳内面，根本是一个无合理的一个信仰。所以，伫基督教信仰看做上重要的十字架，较互犹太人、较互这希腊人无法度接受。伫遮，保罗将犹太人、将希腊人来做一个代表，用这两种人将全人类拢包括入来。保罗的意思就是讲，咱全人类拢拒绝接受钉伫十字架顶的弥赛亚。毋过，有一种人，保罗讲，这个人会当得到十字架的恩典。这种人就是受调的人。这个人的受调，毋是家己有本事，所以找到上帝的恩典。受调的人是因为听见上帝的呼叫，然后咱来回应。原来得到恩典唯一的方法，就是放落家己，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就是遐尔啊简单啦。但是对伫犹太人、对伫希腊文化的人来讲，这是非常的无可能，因为因倚靠的是神迹，倚靠的是理性。所以保罗伫遮对这哥林多地区基督徒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伊甲因中间的犹太人讲：恁靠的毋是血统，毋是错误的弥赛亚的期待。伊嘛对因中间这外邦人讲：恁倚靠的袂当是恁的聪明知识。保罗讲：恁拢毋对，因为恁信的这一切无法度帮助恁得到救恩。因为十字架毋是照人的期待，嘛毋是为着服从人的理性来设计。但是，这个十字架较互上卑微、犯罪的人来到至高上帝面前。所以保罗伫遮结论讲：因为上帝愚妄比人较智慧，上帝软弱比人较勇壮。伫遮保罗毋是讲上帝愚妄，上帝的软正。伫遮愚妄，甲前几节咱所听到的愚妄的原文是无共款的。伫遮的愚妄是伫讲愚妄的物件，也就是伫讲十字架。因为世间人拢认为上帝用十字架的方式实在非常的戆，所以保罗讲，就算恁讲十字架是上帝上愚妄的方式，但是这个愚妄嘛比恁的智慧搁较赢。这说保罗无停留伫即种理论的层次，伊随时来指引哥林多的信徒，伊甲因讲：兄弟啊，试看恁的受调，照肉体有智慧的无偌济，有权力的无偌济，有尊贵的也无偌济。对即个所在的描述，会当看出哥林多的信徒可能伫学问也是社会地位顶面，拢毋是非常的特别。拢是一般市井小民，所以保罗请因先想看卖家己的境况。若是用世间的价值观，恁中间敢有人会当好甲互上帝来敬调恁呢？无呢，恁嘛无啥物特别的所在啊。保罗伫遮毋是伫侮辱哥林多的信徒，是请因搁一届来看见上帝奇妙的精选。若是上帝经世间，即只较智慧的人、较好的人，恁哪有可能奉敬着咧？所以伫遮保罗做一个安尼的结论。保罗伫遮伊嘛，请因来讲，保罗伫遮嘛讲上尾一句讲，若是上帝经世间的戆牙来互智慧的人见笑，
上帝嘛经世间会软弱的来互勇壮的见效，上帝嘛经世间卑贱的人看无上目的，也以及遐个无的来废无遐个有的。所以咱看见保罗伫遮做一个结论，安尼讲，请恁想看觅，恁中间是安怎的情形？所以27节到28节，保罗使用非常好的修辞学来做一个排比。所以我伫遮将这经文做一个排比，互咱看起来会当较清楚。保罗伊讲，人看做愚戆的，但是因为上帝拣选，所以上帝要互智慧的人见效；人看做软弱的，但是因为上帝拣选，叫勇壮的人见效；人看做软弱、卑贱、厌恶的。拢无的物件，拢无啥物物件的人，但是因为上帝拣选，所以要叫有的来归伫空空。所以保罗伫遮用即个修辞学，咱的中文可能看袂出来，但是伫原文，也是咱详细看咱的中文，会看到一个真水的排比。保罗伫遮望讲用安尼的一个对比，互咱看出讲人的智慧甲上帝拣选是完全无一个真比例的安尼一个竞选，所以伫前一节，保罗伊结论讲，人的智慧、人的气力，无法度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安尼人是毋是啥物望拢无啊咧？咱无法度靠家己啊！安尼咱是要安怎咧？保罗直接提出一个答案，就是竞选。即个竞选毋是预定论，毋是上帝讲有定好要竞选。无要竞选，即个竞选嘛无亲像咱买菜买水果，拣迄个上水的、上水的，无互虫咬过。上帝竞选人，毋是因为你特别聪明甲经理，嘛毋是你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甲经理，搁较毋是你出身较好甲经理。咱会当讲，上帝竞选完全断开一切，互人会当用来夸口的物件。所以保罗直接讲，既然有肉体伫上帝面前无通夸口。保罗讲竞选，毋是为着要建立一套的神学的系统，是为着要拆开咱人内心最后一地的骄傲。上帝竞选愚戆的人、软弱的人、卑微的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互人袂当用任何会当夸口的理由来徛伫上帝面前。所以竞选，咱若互上帝竞选，咱真做基督徒，毋是互咱一个机会会当骄傲，看家己真牛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会当上天堂，恁其他的人会落地狱。哦，我是属灵的精英分子，我无想要插恁遮无想要读圣经的人。安尼心态，敢若显示出咱完全误解什么叫做竞选，因为真正理解上帝竞选的人。反倒会搁较谦卑，搁较感谢。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并毋是要互咱搁较加一条评分的标准，来看咱的教会，来看咱周围兄弟姊妹敢有敬虔，敢有成功。反倒这段经文，爱咱将咱内心早就已经习惯有的价值观，完全来拆离。这个世界观教咱爱用人数、用金钱、用表现、用成绩来定义一个人价值。但是保罗讲，这拢无法度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人的智慧、人的气力、人的身份，最后拢会过去，最后拢归伫空空。上帝福音毋是成功升学的福音。毋是讲我若信主，我就会哪来哪成功。上帝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是上帝拣选世间看做愚戆、软弱、卑微的人，是透过耶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来施行拯救的福音。这个十字架提醒咱，真正的智慧毋是控制咱的人生，毋是证明家己的能力，真正的智慧。是咱愿意放落咱的夸口，专心来信靠上帝。所以以后当咱仰目来看这个十字架时，毋是摕来检验我家己我敢有成功，
我的表现敢有好，敢会当互上帝欢喜我？这个十字架是咧提醒咱，我徛伫十字架的下面，我敢有全然倚靠听我的主？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无法度有通倚靠的物件，阮只有倚靠你。恳求你，互阮专心来信靠你，互阮仰目独独来仰望你。主，即个世间有真侪物件伫吸引阮，有真侪错误的价值观，你引带阮的人生。总是主恳求你，互阮看见，遮拢是虚假的，遮有一天一切拢会过去。阮只有专心仰望你，独独来倚靠你。主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互阮透过圣经勇敢的提醒，搁一摆来将家己内心的骄傲来除去，互阮相信阮所信的上帝是独一有权能的上帝。总是即个上帝透过十字架即种人看做愚妄的方式来显明伊的救恩。总是阮敢真正来接受，恳求你帮咱将安尼的问题放伫阮的内心，嘛时刻来换心阮的人生，互阮会当真做是一个十字架的目标在跑走的人生。阮安尼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